呢餅錄音帶嘅目的係為大家提供有關精神健康出現問題嘅資料，點樣去治療呢？同埋去邊度可以得到幫助呢？我哋會講及精神分裂症、憂鬱症、產後抑鬱、躁鬱症、焦慮症同埋受創傷後產生嘅焦慮症。而喺錄音帶最尾嘅一部分，亦會講及當你使用精神健康服務嘅時候應有嘅權利。對大部分人嚟講，精神健康只係話覺得身心暢快、充滿自信同埋享受人生。不過有陣時，因為生活上遇到嘅挫折，例如係工作壓力啦、失業啦，或者親人逝世啦，我哋都會覺得唔開心、情緒低落或者好憤怒。但係當呢啲情形持續一段時間，令到我哋失眠、無緣無故覺得好驚、思想緩慢、有多怪異嘅念頭，同埋做嘢提唔起勁嘅話，我哋就需要尋求專業嘅幫助啦。乜嘢係精神健康問題呢？喺某啲情形下，人係可能會控制唔到自己嘅思想、情緒、行為，或者覺得好迷茫。但係當佢哋直接影響到日常生活，譬如好似湊細路仔、工作、人際關係同埋生活享受方面嘅話，咁就需要尋求專家幫助啦。越早能夠對症下藥，收效會越大。有一點好重要，大家要記住嘅就係，精神健康出現問題並唔係任何人嘅錯。喺呢段困難嘅日子裏邊，當事人同佢嘅家人、朋友都需要大量支持，能夠明白多啲有關各種精神病同埋佢嘅治療方法，係有助於減低產生反效果。點解會有精神健康問題呢？對於一個人點解會有精神健康問題，係有好多唔同嘅解釋㗎，亦都視乎個別情況而定。咁總括嚟講，可能係由於以前經歷過創傷，劫後餘生，令精神大受刺激；有啲就係由於生活瑣事，令自己長期精神緊張；有啲就係腦部化學物質出現唔平衡嘅情形，或者係先天性傾向某類精神健康問題。精神健康問題主要有邊幾種呢？最常見嘅係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躁鬱症 （bipolar disorder）、憂鬱症 （depression）、焦慮症 （anxiety） 同埋受創傷後所產生嘅焦慮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首先，等我哋講下精神分裂症先啦。精神分裂症係精神病，亦即係一個人同現實生活脫咗節，唔能夠分開乜嘢係真，乜嘢係幻想。精神分裂症通常喺青少年期發生，佢好多時只係間歇性發病，但係佢亦可能會不斷咁影響一個人。有啲患者可能一生之中淨係發病一次，有啲就完全康復，或者能夠控制病情，令佢唔會影響到日常嘅生活。精神分裂症可能有以下嘅病徵：有幻覺，即係聽到、見到、聞到或者感覺到其他人聽唔到、見唔到、聞唔到及感覺唔到嘅嘢；有妄想狂，成日相信有人想傷害佢或者想殺佢；有幻想症，相信佢哋有特異功能或者佢哋本身就係超人。佢哋有可能會覺得迷茫或者情緒低落，唔想見人，對屋企人同埋朋友避而不見，鍾意離群獨處，有時候行為怪異，同思想唔符合，例如好似應該悲傷嘅時候就高聲大笑，仲有就係完全唔注意飲食同埋個人衛生。精神分裂症可以點樣醫呢？通常精神分裂症可以用藥物治療，而藥物喺緩和病症方面有顯著嘅效用。接受輔導或者同人傾訴都可以令有啲患者學習到點去面對問題，幫佢哋減輕情緒低落，增加自信。當病情一旦受藥物控制嘅時候，復康計劃就可以進一步協助佢哋復原。
幫助佢哋增加自信，可以照顧自己，改善人際關係，揾工做或者返去原來嘅工作崗位。另一種精神健康問題係躁鬱症。躁鬱症就係當一個人嘅情緒經歷大起大跌，呢種情形可以嚴重影響同破壞一個人嘅生活。不過有好多人仍然可以控制病情，過住正常嘅生活。當情緒高漲嘅時候，可能會有以下嘅症狀。咁佢可能會過分自信，精力旺盛，唔需要瞓咁多，比平常健談，主意多多，好挑剔，中意揮霍或者係嗜賭，同現實生活係脫節，唔能夠分辨乜嘢係真同埋乜嘢係幻想。當情緒低落嘅時候，佢可能會覺得極度沮喪、哀傷，覺得自己冇用，同埋感到絕望，對乜嘢事都提唔起勁，唔合群，失眠，成個人瘦晒或者體重增加，有罪惡感，有自殺念頭，有妄想，好似覺得身患絕症，或者覺得自己係壞人，所以受懲罰。點樣可以醫治躁鬱症呢？通常躁鬱症可以用藥物，好似例如係 lithium 嚟到穩定患者嘅情緒。不過，亦有其他嘅藥物可以用嚟特別對付情緒高漲或者係情緒低落嘅時候㗎。復康計劃亦可以幫助一個人去應付問題，令佢增加自信，可以照顧自己，返去做工或者揾工做，幫助佢復原。接受輔導或者同人傾訴都係可以幫助患者應付問題嘅。我哋而家會講下有關憂鬱症。喺遇到唔開心嘅事或者受挫折嘅時候，好多人都會有啲情緒低落同埋輕微憂鬱。不過嚴重嘅憂鬱症通常會維持一段長時間，同埋會對生活瑣事反應過烈。佢嘅病徵係包括極度悲傷、沮喪，覺得自己冇用同埋絕望，對乜嘢事都提唔起勁，唔合群，唔能夠安睡，消瘦或者係體重增加，有罪惡感同埋有自殺嘅念頭，或者有妄想，相信自己有絕症，同埋覺得自己係壞人，所以受到懲罰。點樣可以醫治憂鬱症呢？喺好多情形下，抗憂鬱藥係可以成功咁減輕憂鬱症同埋減少焦慮。一個有憂鬱症嘅人係應該要去見醫生、輔導員或者社工。參加復康計劃亦都可以幫一個人增加自信，令佢可以照顧自己，譬如話揾工做或者繼續做工。產後抑鬱症呢一種係憂鬱症嘅一種，通常喺婦女生產後數星期內發生。咁雖然產後嘅婦女好多時都會有啲情緒低落、焦慮同埋間中難以入睡。產後抑鬱嘅症狀包括有自己覺得極度焦慮、驚惶失措，成日擔心自己同嬰兒，對初生嬰兒不感興趣，或者堅信嬰兒健康出現問題，或者有強烈向嬰兒動粗嘅念頭，精神唔能夠集中，有自殺念頭，失眠，對自己情緒低落有強烈罪惡感。有啲人間中亦會有妄想，通常都會同初生嬰兒有關，譬如好似覺得嬰兒係唔中意母親，或者嬰兒被魔鬼上身，擁有特異功能。治療嘅方法係包括抗憂鬱藥嚟到減輕情緒抑鬱同埋減少焦慮嘅。輔導或者同人傾訴都係可以幫助患者應付問題，而心理治療或者復康計劃都可以幫助佢重拾自信，照顧自己。焦慮症，焦慮症包括喺平常人唔覺得受威脅嘅情形下，譬如好似行街嘅時候，但係患者自己就有極度焦慮嘅感覺，佢會嚴重影響一個人嘅正常生活程序，因為佢會無時無刻都覺得焦慮，佢可能會覺得極度不安、驚惶失措，
擔心或者極度恐懼。身體同情緒上出現嘅症狀係包括心跳加速、不停出汗、打冷震、成日覺得頭暈，同埋有壓力近喺喉嚨度、心口痛、驚惶失措，有唔真實嘅感覺，好似係靈魂出竅，擔心失控或者係死亡，忽冷忽熱，唔覺得眼瞓，同埋有坐立不安嘅感覺。最常見嘅焦慮症有驚惶失措症，最嚴重嘅通常係覺得自己就快會死，或者會心臟病突發。空曠恐懼症，喺某啲場合或者地方，好似購物商場之內，突然間覺得無處可以避到，或者係孤立無助。見人恐懼症，成日驚其他人會挑剔批評佢，於是就越嚟越唔合群，同人冇聯絡。特定恐懼症，害怕某一類物件會令佢日常生活受到影響。強迫性思想症，經常有一種念頭令自己重複不斷做同一樣事，好似如不停檢查物件或者不停洗手。咁治療嘅方法係包括接受輔導、同輔導員傾談，或者用藥物嚟減輕焦慮，同埋參加復康計劃，令一個人恢復自信，可以照顧自己、揾工做或者係保持工作㗎。受創傷後產生嘅焦慮症，創傷係包括一啲唔能夠忘記嘅恐怖經歷，呢啲可能係水災、地震、戰亂、身處集中營，或者曾被虐待，或者遭受性侵犯。受創傷後產生嘅焦慮症係身體對過量嘅壓力所產生嘅正常反應。咁症狀包括有多夢、有噩夢，喺一啲令你聯想起所受創傷嘅場合裏面，咁腦海閃現過往嘅經歷。喺平時亦感到痛苦、煩躁、驚惶失措同埋憤怒，逃避見任何人或者去任何可以令你想起有關創傷嘅地方，情緒上出現關閉。恐懼、焦慮同哀愁可能令你嘅心跳加速、血壓升高、肌肉收緊同埋血糖增加，或者行動、談話同埋思想都有困難，有一種僵硬嘅感覺。治療嘅方法包括接受輔導，將心裡面嘅感覺講出嚟，可以學習點樣去控制緊張同埋行為上嘅困難。復康計劃可以增加一個人嘅自信，令佢可以照顧到自己，揾工做或者係繼續工作。藥物、心理治療同埋按摩都係有所幫助嘅。我哋希望錄音帶內嘅資料對你有幫助。如果你唔清楚要點樣做，或者唔知去邊度尋求幫助，請向你嘅醫生詢問，或者打電話俾民族團體殘障行動組織 ADEC，佢哋嘅電話係93835566，或者係 Parent Mission， 電話係95109055，亦都可以打去東北區精神病患者聯會 North East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 Ill， 電話係94706022，佢哋可以話俾你知最近你嘅服務中心。如果你唔識得講英文，你係可以揾一位識講你嘅語言嘅傳譯員幫你㗎。咁請致電電話傳譯處，電話係131450，講俾佢哋知你需要嘅語言服務。佢哋就會為你聯絡一位傳譯員，同你打電話俾最近你嘅精神健康服務處，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提出詢問有關藥物上嘅問題。你一定要聯絡你嘅醫生或者係精神科醫生。要記住，你係隨時都可以向精神健康診所求助㗎。精神健康出現問題嘅人士有啲乜嘢權利呢？澳洲法例係保障任何人士唔會因為殘障、種族、膚色、性別、年齡同埋性向而受到歧視或者唔公平嘅對待㗎。每一個有精神病嘅人都同其他人一樣，享有相同嘅基本權利，佢哋亦唔應該係受到歧視。精神病患者嘅權利係受精神健康法例所保障。
有啲精神病患者可能會喺自己唔想嘅情形下，被逼送入精神病院，成為非自願入院嘅病人。不過喺咁嘅情形之下，就一定要符合以下嘅條件啦。嗰個人要似係有精神病，需要立刻接受治療，或者係佢可能對自己或者公眾構成危險。嗰個人曾經拒絕或者唔係自願同意接受應有嘅精神病治療，或者係佢唔能夠喺一個比較自由嘅環境之下接受足夠嘅治療。如果一旦被逼入院，病人應該有以下嘅權利：能夠以佢自己明白嘅語言接受解釋有關佢嘅精神健康問題，同埋喺選擇治療方式上嘅正確資料。佢嘅宗教、文化同埋語言上嘅需要都要受到尊重，喺可能嘅範圍之內得到最好嘅治療。醫生同埋護理人員對有關佢嘅資料都會絕對守秘。入院時收到一張以佢明白嘅語言所寫成有關嘅各項權利嘅書面聲明，能夠得到法律上嘅忠告，同埋有一位律師代表佢，可以投訴有關嘅治療方式，能夠向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上訴有關被逼成為一名非自願性入院嘅病人，或者就有關嘅社會治療命令提出上訴，能夠向另一位精神科醫生徵詢有關嘅治療方法，有親人或者朋友代表佢。當同精神科醫生或者醫生討論有關治療方法嘅時候，有權選擇一啲人嚟到陪伴佢。如果你需要有人幫你做以上嘅事，你可以叫你心目中嘅人選幫你打電話俾精神健康法律中心，電話係94174599，或者打電話俾維護病人權益辦事處 Office of the Public Advocate， 電話係96601444。有關病人權益嘅小冊子有下列各種唔同嘅文字版本，佢哋包括阿拉伯文、柬埔寨文、中文、克羅地亞文、希臘文、意大利文、馬其頓文、波蘭文、俄文、塞爾維亞文、土耳其文同埋越南文。你可以向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醫務及家庭服務部屬下嘅精神健康部攞到一本小冊子，佢哋嘅電話號碼係96168004。如果你仲有啲有關精神健康嘅問題，請同你嘅醫生講，佢可以聯絡有關嘅專業人士嚟幫你。如果你需要知多啲有關錄音帶內提到嘅問題，請打電話俾民族團體殘障行動組織 ADEC-ADAC， 佢哋嘅電話係93835566，或者係打去俾 Parent Mission， 電話係95109055，同埋亦可以打電話俾東北區精神病患者聯會 North East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 Ill， 佢哋嘅電話係94706022。呢盒錄音帶嘅內容係摘錄自 Parent Mission 製作嘅社團民族精神健康小冊子，同埋 ADAC 所印製嘅何謂精神病嘅單張內嘅。